歡迎嚟到自我主權嘅未來。喺區塊鏈嘅世界裏面，數碼身份 SSI 就係你嘅新護照。依家我哋就嚟傾下未來嘅身份驗證會係點。目前呢樣嘢喺學術界、科技界同政府都係極具關注，係一個火熱嘅討論同研究議題。好快我哋就唔使再攞住實體身份證件出街，取而代之嘅係身份資料會經由區塊鏈自我主權身份 SSI 技術，以數碼方式儲存喺你嘅數碼裝置入邊。所謂 SSI 就係放喺你部手機入邊嘅一個數碼身份錢包，唔使靠中介機構，亦都唔需要用紙做記錄，入邊包括你嘅個人資料、醫療記錄、學歷、專業資格，甚至你嘅數碼信譽，全部都係可以驗證唔可以改嘅資料。例如好似 EBSI 歐洲區塊鏈服務基礎設施、Sovereign 同 Polygon ID 等項目已經開始實現緊呢個未來嘅數碼身份世界。SSI 個優點係你可以自己掌控晒所有資料，自己話事分享俾邊個，分享啲咩，有效幾耐，成個過程安全透明，又唔使交俾第三方。SSI 有機會徹底改變我哋點樣喺網上驗證身份同建立信任。鍾意呢啲未來科技分享嘅，記住 follow 我，唔好錯過更多有關區塊鏈同身份科技嘅最 update 消息啦！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咁樣就可以追蹤我哋最新嘅影片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